油酒面，油酒面，你做得冇？俺唔好给酒，俺吃这就唔好吃给酒呢。我是假客家人。唔怕你身边怕板火。哎，油酒面呢？哎，好生呢吼。其实很香啊，真言懂香。够可以吃哦，真的可以吃哦，没道具哦。艾布卡是给酒后一听，其实有一个动作要给。我们通常都不会先吃肉，不会先吃肉。阿婆文用半音，几天就会捞盖盘，吊盖酒尾痛，然后他一定会先吃一碗给酒泡饭，因为很日式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茶泡饭，是给酒泡饭。哎，敢替白糖都永远你生啊？冻好食。韩国西方有乜做有得煮煮，开始生肉啊、食糖啊呢？哦，嘿哟，都还还你知道？你冻好食哦，哎，冻饮呢？咋个里面还有？很久呢。我们今天都没有开车，哎，真的很好吃哎。因为自己会煮，我不会煮这个，我都会煮那种很简单的料理。因为我求煮盖酒比较香。韩国。煮的好吃，我就觉得我可能煮的不好吃。给酒会煮的好吃，是不是其实蛮复杂的？刚完全不低呢。哇，今天这是谁煮的？可不可以传授一下食谱？小助理煮的。哎呦，你煮的哦。哎呦，哇，厉害！我们小助理煮的。你煮的，你煮的哦，这么厉害。原来刘海亚个节目也厨艺，你可以传堂哎。做的，可以做下一个系列，就煮客家菜。可以哦。真嘅，其實我是都養，除非真嘅有家鄉的感覺。有哈，可是我第一次聽到泡飯的呢。阿婆一定要這樣吃，哇，這酒真的很濃，再喝一口怎麼會這樣？真嘅有好食哦。因為阿婆佢以前我最好是佢煮的菜，然後我會讓阿婆點菜，而且我們家只要是節慶，一定會有3道菜，一定會有雞酒。聽一定會有炒米粉，信中嘛，炒米粉嘛。第30天就會有板仁，我們都會有，對，漢板仁。